哎呀，小朋友做的了，做得很漂亮啊。2007年哦，现在2017年了，10年前哦，10年了哦。最近网络看到，才想到来这里参访。哦，据说假日呢很多游客从台北新竹来的嘞。哎呀，好多艺术品，小朋友很有创意。嘿嘿，美美美美的，做的美美的。星光北寮街这边，关庙星光里北寮街哦，星光彩绘村啊。你看那个草可以长在这个墙上面，只要有一点草、一点土、一点水，它就可以成长，不一定要种在土地里面，要提供它土、水、阳光、空气，你看肥料，你看天然的不没有人施肥还是可以长得好的。嘿嘿，哎呀，哦，这个夏天哦，草长得藤蔓哦都遮住了哈，干枯以后还变这样。哈哈哈哈！哦，星光社区的，你看小朋友的作品这么多。2007年开始的，现在2017年了。哦，已经10年前了。哈哈哈，10年前做的。哦，被那个植物这样遮住了。哦，小朋友怎么这么有创意，可以做这么漂亮的图啊？哎，那个叫什么昆虫啊？独角仙啊？哎，这什么花？咸红草嘛，咸红草花洋草嘛，当时。哈哈哈，小朋友的作品这么多，好漂亮啊！那个利用空间啊，很用心啊。哦，还美人鱼呢，哦，真用心啊。小朋友，哦，对了，这真的是这一头鸟啊，网络上有看过了。哦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，这样就可以做一头牛，一辆牛车，好有创意啊！